石，快拿着。谢谢阿姐。你个笨蛋，怎么每次偷偷练剑都被发现？你看我一次都没被发现过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陆石，你这个不懂事的，怎么每次都不听阿爷的话？你忘记阿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要是再犯，我跟阿爷是绝对不会轻饶你的，下不为例。不准起来，跪好！阿爷，我刚刚已经说过阿石了，他知道错了，你就让他起来吧。他知道个屁！我已经告诉过这个小子了，要么亲手把这木剑折断，要么就永远给我跪着。阿爷，我没错，我不想放马，我想参军。你这小畜生，你是要气死阿爷呀！你给我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北面那座山。你爹就是在那座山的后面战死的，尸骨无存。你难道想步他的后尘吗？阿石，做个马官有什么不好的？阿爷只求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你赶紧给阿爷认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快点，阿石。我想参军有什么错？如果有一天，北烈越过了这座山，打到了南梦湖，那有谁来保卫我们的家乡？谁来保卫我们的大伤？真到了魂归九泉那一天，我有何颜面去救我阿爹？